台北市北投警察分局冲落台中来掠毒贩。伫昨暝12点，警方伫调布路的客运站锁定这个嫌犯，准备要甲围捕的时阵，互嫌犯先来发现，这个嫌犯是马裤，然后向前来冲浪。警方是连开11枪，这个嫌犯最后是弄断2支公车站的站牌去走去。警方再去伫台中的南屯的路边找到嫌犯的车，即摆是持续扩大在搜索。嫌犯发现警察随土瓦库要用冲浪弄过后壁回报的警察车，警察掠过来嫌犯的车，佮驶去咧林道向前直直冲。警察当时随界开枪，毋过嫌犯弄断2支公车站牌了后，随走甲无看影。当时个车停伫咧边啊，嘛去嫌犯弄掉的客停车司机是行个2脚。中人车拢我来，就弄着我的车时，剩这条路通走尔。啊，就为遮跌出去啊！啊了，中人车有查着无？有甲查着啊？啥我拢唔知啊，我拢紧走啊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台中，当时是台北北投分局道南掠卖道的犯行。昨暝12点伫咧调布路客运站边仔锁定嫌犯的车，当警察车要过界包夹的时，嫌犯是硬拄硬，前后弄警察车含路边的客停车。虽然警察界开11枪，落尾嘛是无掠着人。现场未有民众及员警受伤。为犯嫌人驾车逃逸中。还有。当然到事发地点，现场佮找到警察留落来清洁卡，警察嘛伫咧台中南屯找到嫌犯的车。毋过人嘛是无找到，即马佮伫咧当地扩大调查，希望赶紧将嫌犯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